今日我哋會繼續向梁同學請教一下《太陽經桂枝湯》原文入邊一啲嘅內容嘅。咁入邊有一句咧就係、太陽病外症未解，不可下也，下之為疫。欲解外者，宜桂枝湯。咁入邊個疫字究竟係代表住咩意思呢？疫係易治嘅意思，即係醫治嘅方向反轉咗。病人狀無他病，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，此胃氣不和也。先其時發汗則愈，宜桂枝湯。我想請問一下，入邊嘅先其時發汗則愈，其實係代表住咩呢？喺發熱同自汗之前，用桂枝湯幫佢出汗，咁病就會好返。喺《太陽經》與《陽明經》原文入邊有一句入煲所發熱者，咁究竟呢句係指咩時段同埋屬於咩病嘅症狀呢？入煲所發熱者就會喺下午3點至到7點出現規律性嘅發熱，呢個係屬於陽明病嘅症狀。